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会的时间已经开始了，让我们预备心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也带着敬畏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主。我们来唱有一天，有一天当绝望或失望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向上的路。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随你走过，他爱你，还你一生之久。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把你一生之久。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
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把你一生只求。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把你一生只求。正在这疫情当中，也许我们有时候会失望，会难过，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光，这光在我们里面照亮一切的黑暗。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世界之光》，愿上帝的光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在所行的路上看见有光照耀我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世界之光。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圣洁的光中，高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感谢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丰盛的应许》。在疫情的当中，让我们仍然看见上帝丰盛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愿上帝祝福我们，他丰盛的应许永远不离开我们。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这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我相信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一直依靠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心，全意敬拜你。丰盛的应许永不离开我们。我等候主，我相信一直依靠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感谢主，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敬拜他。我们最后来唱一首台语的诗歌，特别在这样疫情的当中，让我们不用害怕，因为耶稣就在这里，不免惊，耶稣在这。不免惊，耶稣在这。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上帝与我们同在。不免惊，耶稣在这。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山。海洋搁较雄明，总是会变静。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止，要花的灯火伊无拍死。不免惊耶稣在这，不免惊耶稣知影。救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救主帮助，予咱定心的再起。不免惊耶稣在这，不免惊耶稣知影。救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救主帮助，予咱定心会再起。愿主帮助我们，特别在这疫情的当中，让我们能够重新有再一次的机会跟力量，重新再一次的得胜。不免惊，耶稣在这。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山。海洋搁较雄明，总是会平静。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安止，要花的灯火伊无拍死。不免惊耶稣在这，不免惊耶稣知影。救主怜悯，予咱定心的勇气；救主帮助，予咱定心的再起。不免惊耶稣在这，不免惊耶稣知影。救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救主帮助，予咱定心会再起。不免惊耶稣在这，不免惊耶稣知影。救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救主帮助，予咱定心会再起。不免惊耶稣在这，不免惊耶稣。
予咱定心会再起。免惊，耶稣在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我们在线上一起的祷告聚会，愿你恩待我们。虽然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家庭当中，各自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仍然同心合意的敬拜上帝。主啊，这个时刻我们在这里一起的祷告祈求，将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告诉上帝。主啊，你必然将你所赐的平安赏赐给你的儿女。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在犹大书第17节到25节。犹大书17节到25节，我们上次提醒过，犹大书只有一章，所以没有第几章。所以犹大书的17节到25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请一起来念先来念和合本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念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加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疵、无瑕无疵，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上帝，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再来读现代中文译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对这段的经文可以更多的认识跟了解。我们一起来读现代中文译本。可是，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们所说的话。他们对你们说，在历史的末期，有人要出来，随从自己邪恶和不敬虔的欲念，嘲弄你们。这些人制造纷争，受本性的支配，没有圣灵。至于你们，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应该始终坚立在至圣的信仰上，借着圣灵的力量祷告，常常生活在上帝的爱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好得到永恒的生命。对那些犹豫不定的人，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他们，另有些人你们要怜悯他们，但要戒惧，连他们那沾染情欲的衣服也要厌恶。上帝能保守你们不至于跌倒，使你们没有缺点，能够欢欢喜喜地来到他荣耀的面前。这位独一无二的上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愿他得到荣耀、威严、能力和权柄，从万世直到现在，直到永远。阿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今天的经文能够有一些的了解跟认识。那最近我想大家都在紧张跟害怕，或者是在担心有关疫苗，或者是一些有关这个防疫的问题。那当然很多人注意的是身体上面我们要打的疫苗，让我们可以有抵抗力，可以来抵抗这个身体上的这样的病毒跟病菌。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去注意到，我们的心里面也需要有疫苗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抵抗这些心理的疾病。有时候我们可能常常不是被外在来打败，而是先被自己来打败。所以我们需要从今天的开始前的这样的一个介绍，这是论坛报他所介绍的一个免费施打神的疫苗。所谓神的疫苗，当然是指对我们心灵的这样的一个疫苗。所以一同来领取，
天国的疫苗护照。当我们能够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这样的免疫，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来对抗一些的心理的病毒或是病菌。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面的内容。他说你将可以得到下面的抗体。第一个叫做孤单抗体。很多人以为说自己是孤单的，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人喜爱的。当我们知道慈爱的天父不会离弃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拥有这样的抗体。这里在申命记第31章8节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领受主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这样来说我们主必不撇下，也不丢弃我们。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并不撇下，也不丢弃。第二，我们会拥有恐惧的抗体。很多人是恐惧跟害怕生活中似乎要失控，但是上帝的权柄会超过我们一切的问题。所以我们来看，当我们能够接受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接受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将得到这个恐惧的抗体。彼得前书5章第7节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当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在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个恐惧的抗体就是让我们可以抵抗这样的一个恐惧跟害怕的状态。焦虑的抗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主那里来支取力量，帮助我们能够来对抗焦虑的问题。因为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权之中，不是疾病跟风暴能够来控制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权的当中，上帝必然不撇下不丢弃，并且上帝是掌管一切万有的主。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海上，他曾经斥责风浪，所以我们也相信主必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一切的疾病跟风暴，主必然为我们来抚平跟弥平。我们来看罗马书的8章28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就是相信每一件事情上帝的安排都要让我们能够得着益处。第四个，我们会得到抗忧郁的这样的一个抗体。为失去悲伤，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生命，为失去的事情悲伤的时候，要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有更大的目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常常因为一些的事情让我们会失去的时候，好像会觉得有一些的失落或者是失望。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有更大的目的，也许这个时间所失去的将会得到的更大。所以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8章第10节，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再来看第5个抗体，是抗压力的这样的抗体。当我们感觉缺乏的时候，上帝是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上帝。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奇妙的应许。诗篇23篇的第1节，我们来读这个诗篇，这是给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面对我们一切需要的时候，上帝成我们的帮助。诗篇23篇第1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抗体的时候，压力来临，让我们依靠上帝，上帝成为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不安的抗体，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心里常常会觉得不安，甚至有好像被罪恶来捆绑的时候，深陷罪恶感的时候，当我们坚信耶稣已经为我们的过犯受死赎罪，我们已经不再被定罪了。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不被定罪，不是在罪的里面。罗马书8章1节，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不被罪来捆绑，不被罪来辖制。第7个，我们会得到的抗体是对苦毒的抗体。被人深度伤害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上帝必然做最好的判断跟审判裁判。所以罗马书12章19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的上帝是报应的上帝，不是我们自己去报复，不是我们自己去伸冤，而是我们要相信，宁可让步，听凭上帝的这样的意思跟安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遇见一些让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上帝必然掌权，必然帮助。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是在罗马书的8章第11节。所以当我们紧张害怕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一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它必使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又能够活过来。提心吊胆的时候，让我们相信心里的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他已经胜过一切的权势，在我们里面活的比在世界的更大。第9个，我们可以看到绝望的抗体，让我们可以面对绝望的时候，好像看起来被打败了，但是要相信上帝的故事仍然在进行，上帝仍然在做他的工作。所以哥林多后书4章7到10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绝望当中，我们仍然相信上帝仍然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正在进行，他要做美好的旨意、美好的事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各位可能有听过以色列人他们的国歌，他们的国歌叫希望，他们一直满怀着希望，对上帝是带有盼望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使绝望来止息。愿上帝祝福我们。特别我们需要常常来为我们现在的台湾的疫情来祷告。虽然最近已经开始有这样渐渐恢复的迹象，但是我们知道在第一线工作的这些的医护人员，还有这些的第一线的服务的人员，他们仍然需要尽力的在他们的线上能够来帮助台湾的百姓。所以我们需要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心里面得平安，心里面能够得安稳。特别让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国家百姓祷告，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混乱跟紧张害怕的时候，有这样的力量，有祷告的力量跟祷告的这样的支持在这当中。所以祷告是最强大的力量。当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正是需要祷告的时候。祷告是最坚实的盾牌，让我们可以灭掉仇敌一切的火箭。凭着信心的祷告，让我们可以灭去一切仇敌的攻击。祷告是上帝给我们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这样的提到说，我们要这个多方的祷告，这是我们的最强大的一个力量跟武器。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在疫情严峻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这样祷告的这样的力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当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来顺服这些教导的时候，犹如让生命进入成熟的过程，灵命也能够渐渐的成长。让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祷告的当中，让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被圣灵感动，以至于我们常常能够来为这些需要的事情来关心祷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我们更需要能够像光这样的照耀。所以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腓立比书2章15到16节，他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看到光，这光就在我们的里面，这光就是生命，这生命的光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生命显在我们的当中是何等的荣耀。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特别在现在很多人在支撑不下去，甚至心里面作难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
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困境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有盼望，能够继续靠着圣灵的力量来坚持，看见上帝在我们当中来做工，做奇妙的事。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坚守我们所在的位置，坚守我们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上帝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也是信实的。当我们能够坚守这样的一个指望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所应许我们的，这样的是一个信实的，上帝必然照着他的应许而行。所以信仰的生活是通过与神的关系来建立的，但是透过与人的关系来实践。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但是我们仍然不忘记与人能够建立那个美好的关系。虽然我们在疫情的当中没有办法有人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接近，但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透过各样的方式，包括我们可以用 email， 透过电话，透过一些的讯息，或是透过一些的这样的一个通话的软体，让我们都可以彼此来分享，或者是透过一些的书信，我们彼此来支持跟帮助，透过上帝的这样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坚定跟稳固，以至于我们能够帮助这些在软弱的人，或者是彼此能够来支持跟互相的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靠圣灵的力量，能够继续的来为主发光，特别在这个世代黑暗的世代里面，愿上帝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继续的来为主发光。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许多使徒透过启示已经提到在末世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因着最近的这样的疫情，有许多人认为现在好像就是这个世界的末了。那特别有提到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些人在末世的时候特别是显明出来。所以在第17节到19节的地方，犹大特别说这些人，他说是没有圣灵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是一个不敬虔的人，按照私欲而行，那么这个人就是没有圣灵的人。那这样的人，他们的特征就是制造纷争，受本性的支配，属乎血气。这样的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叫做没有圣灵的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信主就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不是信主而没有圣灵。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信主就有圣灵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显出神的生命。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更要来预防这些的状况，那这些的状况都是会出现的，所以我们更需要谨慎的来防备。但是对于末世，我们需要时常谨慎，但是不用害怕。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是等候主的再来的时候，所以对末世的情况，我们更需要常常的谨慎，了解，知道上帝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二，犹大给当时初代的教会的基督徒有一些的勉励，他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犹大书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需要在圣灵里面祷告，要在真道上来造就自己。这是在末世的时候，我们需要持续来这样的做，保守自己要常在上帝的爱中，是持续的保守自己在上帝的爱中，并且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一直到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勉励，特别在末世的时候要这样的守住真道。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末世的时候更应该谨慎生活，来持守真道，因为有很多人会容易在这样的时候会容易放弃。但是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持守住真道。信心就是坚持跟持续不断，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坚持跟持续不断的依靠上帝，并且相信上帝要成就奇妙的事。第三个，对于跟他人的交往相处，犹大其实也给我们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或是见解，应该要维持哪一些的程度跟距离，这个是在22节到23节的地方。所以我们人与人的交往的程度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界限跟态度。他说对人应该要有怜悯的心和爱心，但是也要戒惧提防他们会沾染污秽的情欲。所以有一些人我们要有爱心，有这样的怜悯心，但是要提防这些这个情欲的事情。所以有一些是好像要从火中抢救出来一样，
要尽力和抢时间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有许多人他们在这样的罪的当中需要被抢救出来，或是他们被欺压跟压迫的状况当中，我们都好像要从火中抢救出来一样。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知道怎么样有哪些的界限跟哪些的提醒。所以我们可以来思考，在教会中的人际关系要谨慎跟有界限，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也要给予及时的帮助。当我们看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是停止自己的爱心，能够对那些需要的人给予及时的帮助，而且要谨慎跟有界限。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最后就是犹大跟其他的新约书信的作者一样，在书信的结尾都会写上对上帝的颂赞的祷词。所以我们透过这些的新约的书信，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些的祷词，让我们可以在祷告上面能够有更好的学习。所以在24节跟25节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而这些祷词都是把上帝跟主耶稣基督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父跟圣子的合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很多异端都在讲这样，好像圣父跟圣子不是合一的，所以我们可以表明三一的上帝的信仰很早在教会当中就已经有了，所以它不是一个神学的发明。所以犹大的书信可以看到单纯的信仰跟真实的教会的信仰，就是圣父跟圣子还有圣灵在主里的三一上帝的合一。所以思想的地方，我们可以来看到圣经将偏离的信仰带进正轨里面，所以透过圣经我们可以把偏离的道路带回到正轨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世代里面有许多的这些的邪恶跟引诱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把这个圣经的教导能够带进到这个社会跟世代的里面，以至于把这个世代跟这个社会还有教会也带进到正轨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就一起来关心跟祷告，特别在这样的世代里面，除了我们要持守上帝的话，我们也更需要花时间来祷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在教导上面要在圣灵里祷告，要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直到永生。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关心一些教会的事项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来看到我们的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消息我们早就已经在群组里面都已经给了大家，那请大家就按照我们上面给大家的这样的内容来看所以请大家来看到我们这个主日是7月的第一个主日，那请大家能够来预备在线上来聚会。那特别我们这一周又是圣餐主日，那我们要第一次的在教会里面举行线上的圣餐礼拜，所以请弟兄姐妹在家里面请自行来预备葡萄汁跟面包如果没有这个饼的话，那请我们自行来预备这个面包也可以，或是吐司也可以，让我们能够在线上可以一起的有这样的一个线上的圣餐礼。那我们也按照规定，在7月12号以前都是3级防疫的警戒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来到教会里面请全程的佩戴口罩。那我们室内只有4个人可以来聚会，那室外顶多只有9个人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来帮助，让我们能够来维持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在主日后我们也会召开7月份的执事会议，请弟兄姐妹也来为我们的执事们关心祷告。下周主日是卫理神学院的蔡慧秋老师来分享信息，那我们请弟兄姐妹在7月的第2周也能够来仔细的来聆听神学院老师的分享。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已经结束了，在使徒行传班在上周已经结束。那但是请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停课，但是不停学我们仍然能够请弟兄姐妹能够来学习在使徒行传的教导，让我们能够继续来阅读，并且来研习里面的内容还有周老师随时也都欢迎大家能够来询问有关于在使徒行传的内容。
那牧师也邀请这些小组可以一起有上线祷告聚会的时候，那如果小组能够有自己祷告的跟聚会的时间，请弟兄姐妹就参加在小组上线上的聚会，让教会的祷告不停歇，让我们弟兄姐妹一同在疫情当中能够来守望祷告。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能够配合小组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安排，让我们能够在小组里面聚会。那牧师不定期的可能会在小组当中跟大家一起有这样的聚会的时间。那我们在牧者有高雄区的牧者有拍这个每日灵粮我们南区的包括台南区也有牧者来拍这个每日灵粮，请弟兄姐妹要来准时来收看。那我们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停办了这样的儿童聚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那些已经报名的这些的同学能够准备来退费，并且我们也预备在暑假的当中，求主帮助，让我们常常为这些的孩子们在家庭当中的学习祷告，让他们在家里面的学习跟上课仍然能够持续。那我们也为我们的制服艺人学院来祷告，这是我们的一个福音机会，让我们可以来关心这些的福音朋友，使他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上帝。那我们也为着下学期的新约导论课程来祷告，求主带领，让我们的新约课程能够来持续的进行。我们的读经计划，教会的读经计划，也期待弟兄姐妹能够来继续的来阅读每天有规律的这样的读经的计划。那我们期待上帝给我们在今年如果解封之后，期待我们能够正常聚会的时候，上帝把得救的人加给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达到这样的增长，期待我们能够有200人在我们当中来聚会，愿上帝来祝福我们。那8月8号父亲节的分享见证，也请弟兄姐妹来注意或者是如果有弟兄愿意能够来分享你自己有当父亲的经验的话，那我们请跟家庭执事或是跟办公室来联系，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那如果还没有解封的时候，我们将会采取录影的方式，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就为这14项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关心跟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为着我们的教会在你面前向你献上祷告，让我们即使在疫情的当中，我们仍然祷告持续不断没有松懈。主我们一直的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各样的需要在你面前祷告。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主日礼拜，特别这一周是我们的7月份的圣餐礼拜，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预备好自己来到主的圣殿当中来朝见主。主也愿你恩待我们特别在主日线上无论是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都保护我们十分的平安，也带领我们能够在7月到12号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3级警戒的延长，都让我们都在主里面蒙恩，使我们不受到这些的伤害，或是不受到这些的影响，也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管家，能够来管理主你所给我们管理的这一切，包括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作息，也都能够做很好的管理，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遵照政府的法令规定，并且能够真的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守规律跟次序，能够来帮助我们的百姓。就我们也为着我们在执事会礼拜天的执事会来祷告，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执事们有智慧聪明，能够制定好的政策跟计划，能够来帮助教会的前面的道路的进行跟成长。愿你恩待我们，透过我们的同工的服事，也让教会更加的蒙恩。所以我们也为着7月11号我们的蔡慧秋老师要来分享信息，愿你恩待我们，让慧秋老师所分享的对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有极大的帮助跟益处。我们也为成人主日学的课程来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让我们完成这些的课程，也让学习的同学他们能够继续的在圣经课程上面有持续跟延续。所以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每个小组来线上祷告，带领我们的线上的小组，让每个小组也都能够一起的蒙恩，使我们在线上我们也能够有彼此美好的这样的交通，彼此的分享。愿你施恩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南区的牧者们，我们在每天都有这样的每日灵粮的这样的分享，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的每一天的分享都能够对弟兄姐妹有帮助，使他们得益处得帮助。谢谢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来线上祷告，带领我们的儿童
在家庭当中的学习，还有信仰的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成为家庭的教师，成为信仰的老师，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在家庭当中的生活跟成长。愿你施恩来看顾。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制服学院来线上祷告，带领我们，让我们的这些的福音朋友，他们有机会能够透过这样的课程，能够来到教会里，也认识上帝，也带领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规划跟安排。特别现在这样疫情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做聪明跟好的规划，好让这些的新朋友、福音朋友，他们也有机会能够来接受很好的教导跟课程。愿你施恩来看顾。我们也为着神学院在下学期的新约导论来线上祷告，带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新约导论的课程能够蒙恩，使我们弟兄姐妹更开启福音的读经的胃口，能够来读上帝的话。也愿你恩待我们，让弟兄姐妹能够来常常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并且能够常常来读经祷告。愿你恩待我们，主，愿你也把得救的人加添给我们，让我们在解封之后，说我们要看见主你将得救的人天天侍在你的教会里，并且让弟兄姐妹能够更加的蒙恩，他们能够更加的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帮助，并且能够来让许多人因着他们能够得祝福。谢谢你把我们的教会带到你的面前来，愿你使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使人得祝福的教会。我们最后也为着我们在父亲节的这样的见证分享来向你线上祷告，带领我们教会里面的父亲们，他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者，在家庭当中，还有成为一个很好的父亲的榜样，能够来帮助他们的儿女。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带领他们能够来分享见证，特别分享天父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改变，以至于他们怎样学习效法主，能够来教导他们的儿女。谢谢主，赞美你。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也来关心我们的信友祷告的意向。那我们来关心这里面的代祷事项。第一个，我们来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国际间的这些的国家来祷告。我们为着中南半岛的国家，为辽国来祷告，求主帮助。这个国家也是一个比较在国际上面比较还在后面的国家需要更多来关心。那求主来帮助，让这个比较贫穷的或是比较弱势的国家也能够有很好的福音信仰能够进到他们当中。那我们也为着在中区的教会，我们为着信正教会来祷告，求主帮助祝福我们的苏福全牧师还有教会能够奉献充足，在当地更加得人平安。我们为我们在中区的教会来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政府首长、行政官员来祷告，特别现在正在需要购置疫苗的这样的一个许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长官各级的官员需要求主给他们智慧聪明，做好的决策跟计划。我们也为我们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能够受完善的知识教育跟品格教育来祷告。那我们也要关心在第一线防疫的医疗人员跟军警人员，愿上帝来祝福他们都蒙恩。我们一起来为这些的代祷意向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里面的这些的第一线防疫的医疗人员、护理人员，还有军警人员，为他们来线上祷告，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当中，他们身心灵都强壮、健康、平安，并且主你也保护他们十分的蒙恩，让他们不受这些的瘟疫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以至于他们能够来做很好的服务，对这些的百姓跟这些的第一线的服务的当中，他们都能够蒙恩。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让我们能够在暑假已经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的年轻人，他们还有青少年，他们能够在家里面也成为听话的孩子，愿意能够来学习跟接受教导，也让我们当中的父母亲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教导者，在家庭当中的教师，来教导我们的年轻人，教导我们的儿童。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青少年这样的一个学习来祷告，让他们能够在青少年时期就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跟影响。我们也为我们的行政首长跟政府官员来祷告，愿主你带领我们的行政首长跟政府官员，特别我们在最近需要购置疫苗跟这些的需要施打疫苗的这些的工作上面，主愿你给我们的行政首长、政府官员，他们有智慧聪明，这些执政掌权者，他们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工作跟安排，帮助我们的百姓能够蒙恩，并且让我们的百姓都能够受到很好的照顾。愿你恩待我们。
主，我们也为着中区的教会来献上祷告，带领我们的信正教会，愿你来帮助我们的苏福全牧师，给他们的家庭能够蒙恩，为他们的教会能够奉献充足，在当地能够更加得人。主，我们向你献上祷告，愿你恩待他们在这样疫情的当中，这个教会也能够渐渐的成长跟增长。谢谢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关心的国家，为着辽国这个国家来祷告，愿你恩待这个在中南半岛的国家，让这个国家能够蒙恩，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到他们的生活跟文化的里面。主，你差派合适的同工跟宣教士能够进到这个国家里，来帮助这个在受佛教影响的国家，让这个国家也能够蒙恩，有福音的机会进到他们当中。愿上帝来帮助。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为肢体的消息来祷告。那因为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各自的影响，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就直接来看我们的肢体消息的内容。那我们就先在这边做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请弟兄姐妹之后我们继续的来为这些的提名，为这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让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祷告会当中，我们纪念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软弱当中，他们在病痛当中，主啊，我们仍然关心他们，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也把我们的各样关心的事项都带到主的面前，愿你也恩待我们，让我们关心公众的事项，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事带到主的面前来。愿你恩待我们，把我们的重担忧虑都卸给主，愿你来顾念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